今日唔知點解好怪個鏡頭好近啊，不過唔緊要，我而家就翻我見得到嘅鏡頭啊，監察 OK 入咗嚟嘅，如果係可以就 say 個 hi 啊，等我知道你哋聽到我講嘢。OK，咁今日就主要係幾個即係主要係講，因為我上次講咗好多加減法，即係中間面對嘅困難。咁我覺得最後我係具體舉一啲例子，舉一條例子，每一個方法去點樣計嘅時候咧，咁大家可能清楚唔同嘅方法佢究竟係經過啲咩學習程序。咁而個過程裏面佢哋點樣學啦？最後佢哋學咗之後，當真係去心算嘅時候，或者去運算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咧？咁樣，即係我就盡量想喺呢個角度同大家講，好嘛？咁唔好嘥時間啦，即刻開始啦，好冇？嗱，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嚟嘅，即係最弱就係最低嗰個方法，好嘛？最弱就係最低個方法，就係數手指，跟住粗數，跟住蒙特梭利。跟住同呢個同新加坡，我上次都講咗啦，其實佢哋有啲一樣一致嘅地方嘅。咁新加坡數學會多少少嘢嚇。咁而本來咧我就覺得喺市場上咧合十已經係一個即係相對較為好嘅方法。咁大家陣間可以去睇係嘛？咁但係今日咧我就想介紹我嗰個雞蛋十格陣俾大家。咁我覺得呢個點都比市場上其他嘅方法好。當然呢個方法你問我綜合嗰個能力同珠心算比咧，亦都係有不足夠嘅好嘛 ？OK， 咁我嘗試今日比較嘅角度咧，就會呢幾個，即係究竟你要花幾多時間去學啦？OK， 係家長好。咁準確率係幾高啦？速度係幾多啦？心算能力有冇啦？數感培養得好唔好啦？同埋有冇趣味，好嘛？因為而家我發覺近年啲家長就比較都幾着緊個趣味性好嘛？咁我今日咧就全部方法我都會用一條數嚟到示範因為今次個目標就係26加減。因為其實點解26加減咁緊要咧？即係其實你識得去進位之後咧，其實其他10進8嘅時候咧，但係大同小異嘅。即係如果你係學用其他方法，大同小異嘅，咁所以就嗰個分別就唔係好大。咁所以大家可以學咗一個基礎嘅方法先，咁跟住睇下邊個實用嘅時候，咁可以運用喺你哋將來無論面試啦，或者你哋面試啦，或者你小一嘅時候啦好嘛 ？OK， 呢個直播有冇重溫？一般 Facebook 係有限度一個時間內重溫嘅，大概1個月，應該而家係1個月，我記得係唔好意思，我有時耷低頭我要睇前面嗰個熒光，嗰個好細嘅手機，睇下大家講咩。OK， 好嗱，咁呢個我首先講第一個方法先啦，數手指。咁呢個係最多家長最容易諗得到會學嘅，係嘛？因為點解咧？佢的確有個好處嘅係嗱，咁睇下我啲評分先，好嘛？學習時間5，嗱5咧5就係滿分。咁數手指的而且確有一個好處，應該佢因為唔使點樣學，好簡單係嘛？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要數得好咧，就需要進階咧，就其實都係要學嘅不過佢哋真係好簡單。咁但係數手指係咪準確率一定會好咧？嗱，我就測試過唔少小朋友嘅。其實你數手指，如果你去到一啲比較大嘅數，好似頭先我條8加7咧，好多都會亂嘅，好多都會亂咁同埋有啲家長可能喺度諗，咦，數手指唔係得10隻嘅，8隻加7隻係15喎，咁樣點樣數咧？咁樣係要改良嘅，即係數手指呢個方法係要改良。咁坊間有啲補習社就係會用呢啲方法嘅，我一陣會示範俾大家睇。咁速度當然就麻麻地啦，係嘛？速度麻麻地，心算能力咧就冇嘅，數手指基本上冇心算能力嘅。咁數感你問我就
好過冇啦嚇，數感好過冇，即係中間啦嚇，即係始終佢有個好處就係數手指係一隻一隻數啊嘛，一隻一隻數即係變咗你好清楚知道你每一個加落去都係加緊一咁樣嚇。咁趣味就即係佢又唔係好討厭嗰個中中挺挺啦，我俾3分好嘛。咁綜合呢度係17分嚇，咁我就示範啦，即係如果真係數手指超過10，其實應該點數咧？就要改良，其實得唔得？係用一個改良版數手指，即係譬如我8加頭先我話咗今日我全部用8加7條數去示範啦。咁8加7示範 ，OK。咁應該你8加7示範嘅時候咧，你要做嘅嘢咧就係你由8開始數。咁所以其實咧你係數7隻手指，明唔明我講乜嘢？家長明唔明我講乜嘢？咁呢個係坊間一般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即係如果你由0開始數你就唔夠數啦，數咗1、2、3、4、5、6、7、8先，8跟住再加7，咦，15隻手指我冇咁多喎，大家都知答案係15啦，即係你嗰啲大人係嘛？咁所以數手指應該改良嘅方法係8隻之後你要數幾多？數7隻，數7隻。咁你有2個可能性嘅，第一個可能性就好似我而家咁樣即係1、2、3、4、5係嘛？數咗5隻啦。數咗5隻，咁就跟住咧，另一隻手就加多2隻，係嘛？1、2、3、4、5，跟住另外一手加2隻，咁即係嚴格嚟講就係9、10、11、12、13，跟住另外2隻加到14、15，數埋落去啦，14、15，得唔得？嗱，咁呢個方法係一定得嘅，一定計到嘅。但係就呢個方法嘅缺點就大家都睇得到係相當明顯㗎啦，係嘛？即係第一，你面試嘅時候你要攞隻手出嚟數咧，就輸咗大半㗎啦，基本上輸咗大半㗎啦。第二，你到1年級你仲喺度數手指咧，你好大機會，你應該係會做唔晒嘅呢份卷好大機會因為你個速度事實上係比人哋係慢咗唔少嘅，得唔得？咁所以呢個方法有辣有唔辣，真係最簡單。咁但係咧就但係真係用起上嚟嘅時候咧，就限制相當多咁同埋你問我咧數手指咧嗰個數感其實真係唔好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每一次咧你都係靠加一係嘛？即係你即係好似一條路去帶住你行咁樣，你對於嗰啲數字嗰個關係咧，本身你係組織唔到，永遠都組織唔到。咁所以你就數手指數好多次都好咧，你呢樣嘢你都係對於即係譬如4加7咁樣等於11，即係用其他方法嘅同學咧，可能好快有一日咧，佢會掌握到好快記得到。咁但係數手指嘅人咧，應該係好難即係數嚟數去都永遠都係經過呢個程序，得唔得？個數感比較弱嘅 ，OK， 好啦，咁同埋頭先我提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如果小朋友好細咧，基本上數手指咧超過5咧錯嘅機會都好大嘅，即係我觀察啦，即係我考過好多小朋友啦，即係大家可以反駁，咁但係我觀察到咧就真係咧會錯嘅機會相當大嘅得唔得 ？OK， 好啦，第2操數嗱，操數咧就肯定係最多人用嘅方法，即係我覺得即係數手指個缺點幾明顯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一去到小一發覺喂唔對路啦，即係小朋友做功課又慢，做咩又慢，唔對路啦。咁結果就即係如果去外面補咧，就好多就用咗操數啦。咁但係操數個原意就係咩咧？我最近睇嗰條視頻好搞笑嘅喺大陸。咁有啲家長質疑，即係後面嗰啲合十嗰啲方法，佢話點解要學呢啲方法啊？點解要將簡單嘅嘢複雜化？即係佢嘅理論咧，就覺得操數係簡單。佢話我哋自細就係咁樣噶啦，即係4加7，我哋做得多就自然記得係11啦。點解仲要將4加7變咗做4加6加1咧？咁樣即係咪將嗰啲簡單嘅嘢複雜化咧？咁佢就唔明嗰啲方法嗰個好處啊！即係佢就好明顯係嘛？即係佢就記得可能佢好細個嘅時候咧，佢用嘅方法就係操翻嚟嘅。
咁我可以問下啲家長，即係你記唔記得你細個係點樣學？咁啊，大部分都真係操翻嚟嘅，得唔得？即係你真係做得多啊，你慢慢你會記得8+3係11，7+4又係11，7+8咧就15，即係你會記得嘅。咁但係呢個時間第一就好長啦，好嘛？咁啊，點解咧？嗱，即係其實你要操數咧，嚴格嚟講，你係要將我而家呢個表啦，10之內已經有咁多關係啦，得唔得？10之內已經有呢個咁多關係，呢度係1加到9嘅45個關係，得唔得？咁如果20內咧組合表，即係我呢個喺網上高隨便揾落嚟，即係嚴格嚟講，如果你選擇操數呢個方法，即係話你係要將呢啲關係全部記得晒，得唔得？放下俾大家睇啊，好啊，係嘛？即係你係要將呢啲關係去記得晒，5+7係12，6+7係13，7+7係14。咁其實嚴格嚟講，你知唔知你即係要將呢個操得熟，其實用咗好多方法，唔係用咗好多時間，應該係用咗好多時間。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比就操數其實反而係最嘥時間，同埋咧操數有一個問題咧，就嗰個趣味係最低，數感咧亦都冇咁好，因為點解啊？你係憑記憶啊嘛，即係你憑記憶，你係冇經過個程序去了解佢哋嗰個關係。咁但係準確度、速度同心算能力就好睇小朋友嗰個付出啦。咁所以其實佢可以係成果係好低嘅，即係比頭先數手指仲低。咁啊，亦都有可能比數手指好嚇。咁即係我角度就係咁樣啦，得唔得？咁所以只係提出一樣嘢就係其實操數係幾花時間嚇，得唔得？即係如果你話你用咩方法教你個小朋友，你講唔出咧，咁大概你就係應該係操數啦，得唔得？講唔出。OK。咁上次介紹過最好嘅方法，即係問 AI 就係蒙特梭利同埋新加坡嘅 CPA 方法啦。咁就嗱，咁佢大概咧就蒙特梭利就講，即係上次講咗就係佢就俾個實物嚟，通常就其中一樣嘢就係骰仔啦，或者豬或者豬，即係譬如即係佢教8+7，佢就上高8粒豬，下底7粒豬，跟住你就數啦。即係其實佢都係數嘅，即係如果真正蒙特梭利咧，如果你發覺佢教嘅方法就係數嘅，8粒跟住數多7粒啦，9、10、11、12、13、14、15，明唔明啊？即係8粒跟住9、10、11、12、13、14、15，蒙特梭利都係咁。咁但係新加坡方法咧，就佢有個過渡嘅，即係佢通常咧去到十幾嘅時候咧，就開始佢唔係用一啲圖啊，即係可能3+5佢會用水果嘅，三個蘋果加5個橙咁樣。咁但係去到8以上咧，佢就識得轉翻去呢啲骰仔啦，你當一條骰仔條啦。即係通常一粒就係一粒啦。大家可能睇呢個圖睇得唔清楚，即係其實我呢度係8係8粒嚟嘅。我放大俾大家睇下，睇唔睇到？係8粒嚟嘅，下低係7粒嚟嘅，得唔得？咁咧就咁如果用新加坡嘅 CPA 方法咧，就初頭就係數實物啦，跟住就佢用咗圖像就係呢啲巴啦，通常就係呢啲巴啦。咁你咧就慢慢喺個過程，佢就話到俾你聽嗱，你8咧你需要咧補2粒過去，即係其實佢有合十嘅 concept 嘅，即係喺教導嘅過程裏面有合十嘅 concept 嘅。咁你8+7係點樣？就係你將2粒搬過去8嗰度，你就變咗10啦，就係一條完整嘅十粒嘅條。咁跟住你呢度剩翻5粒散嘅咧，咁就係15啦。答案就係15，得唔得？新加坡嘅 CPA 方法就係咁樣，得唔得？咁你但係咧就有一個問題嘅，即係我上次提咗就係話，如果我發覺佢去到心算嘅時候咧，佢又係 handicap 嘅喎。點解咧？嗱，8+7當你諗得到呢個圖畫啦，咁你跟住去到下一步，佢真係俾2個數字你，咁你除非你重新畫一個圖啦，好似係咁係嘛？畫一個圖8粒同埋7粒，畫一個圖咁跟住咧就你就識得知道有2粒搬上去咧，下底剩翻5粒。咁但係你真係咁樣畫一個圖考試，實唔實際咧？呢件事應該相當唔實際係嘛？應該相當唔實際，得唔得？咁所以我上次就係提話呢個方法雖然係OK，即係我就算睇新加坡裡面嘅教材，佢去到呢個位跳到下一步真係俾8+7你咧，其實係
係即係你會發覺係冇一個更好嘅過渡嘅。咁啊，中間嗰度點樣做得到呢樣嘢？其實都係要操數，即係你問我都係要操數先至操得到出嚟，得唔得？咁所以其實嗰個係一個好啲去解決，我上次講咗係一個好啲去解決你嗰個概念，解釋個概念呢部分係真係做得好啲。咁但係喺實際運作裏面去令到嗰個小朋友真係做得到心算咧，我覺得係有啲缺乏，得唔得？嗱，整體我就所以會俾咁嘅分數啦。學習時間中中挺挺啦，即係嚇。咁啊趣味係有嘅，即係你問我係即係好啲嘅嚇。咁啊準確率係理論上係準嘅嚇。咁但係我頭先提過，即係如果你兩條巴8同7咁樣去加剩低幾多，即係減咗2粒剩低幾多咧？5、6、7、8嗰啲咧，我覺得好多人咧就咁係分唔到。即係點解後尾我會推介一個我自己諗嘅方法叫雞蛋法，因為嗰個你係容易啲掌握好多，得唔得啊？OK，嗱速度嗱你問我呢個方法都唔快嘅，都唔快係嘛？即係特別你唔熟嘅時候，你係要畫翻晒啲巴出嚟，跟住啊8加7 8粒巴7粒巴，跟住我點樣調配，我計到15啦，得唔得啊？心算能力如果你做得好熟係有可能有嘅啊。數感 OK 啦，中規中矩啦嚇，好啦。第4個方法合十，咁其實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參加坊間嘅課程，咁呢個係唯一一個我覺得相對係幾合理，同埋有機會練得到心算，咁合十係點樣咧？即係其實佢就即係將8加7，佢就一定要背咗10嘅關係㗎啦。即係8同2係好朋友啦嚇。珠心算都係咁學嘅，8同2係好朋友，9同1係好朋友，7同3係好朋友，得唔得？6同4係好朋友。咁所以當你見到8加7嘅時候，你首先要喺個7裏邊揾到佢嗰個好朋友就係2啦。咁就7你就要你要好熟嗰個 number bond 啦，即係將7拆到2同5，得唔得？拆2同5，好啦，2飛咗上去變咗合十，下低咧就係5，得唔得？剩翻5，咁所以呢條數咧就係10加5啦。嗱，咁呢個方法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坊間你真係去補咧，咁唯一呢個方法咧，我覺得係合理同埋係做得到，有機會做得到心算啊。但係個小朋友本身嗰個number bond 要好熟，得唔得啊？所以呢個整體評分，我覺得第一你要學啦，一定嘅時間，準確率同埋速度，我覺得係相對高嘅。心算能力係有機會有有機會有，即係如果你好熟，有機會有我係咪好細啊？呢啲數字大家睇，應該睇到嘅，因為我而家睇緊個手機好細，所以睇落數感咧，亦都係會好啲，因為佢中間佢已經係好強烈運用到10嗰個加減，唔係10嗰個組合，得唔得？數感係 OK 幾好嘅咁亦都相對地我自己覺得係唔係太悶嘅，即係喺個過程裏面，佢真係有目標地去做呢樣嘢，唔係太悶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相對地，而家我覺得到市場上一個即係對於大家要學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得唔得？咁上次我提過呢個10格鎮雞蛋法啦，今日就即係喺度大約俾大家睇係啲咩嚟㗎啦嚇。咁我都將會出一個 YouTube 嘅簡短嘅教程，就比較詳細，得唔得？比較詳細俾大家去睇得到即係點樣由一個實操雞蛋去到虛擬，去到最尾佢可以心算嚇。咁呢個就我喺 YouTube 度會教大家嘅嚇。咁留意下我嘅片啦，好嘛？哎呀，點解出咗去？等等啊，唔好意思。OK，咁就咦？原來睇唔到嘅，等我陣。
OK 得。咁就嗱，咁呢個方法咧，最初就我建議真係用一個雞蛋盒咁樣去練習，得唔得？最初用個雞蛋盒咁樣練習，咁呢個係可以用道具嘅，即係我呢啲都係假蛋嚟嘅，假雞蛋嚟嘅，即係啲塑膠嘅雞蛋啊。咁但係呢啲10個嘅盒就唔一定要買嘅，因為我發覺市場上好多雞蛋盒都係10個嘅啊。就算你嗰啲即係超過10個嘅，你都可以將佢剪裁到得翻10個咯，2同5，好嘛？啊，咁呢個咧就你好熟習，即係我強調就係你擺雞蛋，你係要按照一個指定嘅次序。我建議就係由呢個開始啦，呢個係1，呢個係1，即係第一個擺呢個，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啊。咁我 YouTube 嗰條片會詳細同大家講，得唔得？咁啊，首先8個喺上高，7個喺下低。嗱，咁好簡單啦，即係如果你熟習雞蛋法咧，即係簡單講就係你知道上高嗰個雞蛋盒咧爭2個就會填滿啦，係嘛？咁你好簡單，你就將下低嗰2個，將下低其中2個雞蛋搬走上去。嗱，其實你搬咗上去之後咧，就你習慣性咧，你記得上高滿咗啦，就係10啦，就唔使諗上高啦。咁啊諗下下低7個，我俾咗2個上高，我得翻幾多個咧？得翻5個。咁所以你呢條數你就會計到15。嗱，咁大家我諗，如果家長而家留心聽咧，就發覺即係你都會即係用呢個方法咧，你就會比較容易去掌握到喺個腦裏邊點樣去運算呢條數，跟住心算係做得到，即係叫心算做得到，係嘛？得唔得 ？OK， 使唔使消化下先？大家8加7。OK， 好啦，咁我繼續落去啦。呢個就係答案啦，係嘛？即係你搬咗2個上去之後就15啦，得唔得？咁呢個我覺得平均4平8穩嘅，4平8穩嘅呢個方法係嘛？即係學習時間其實相對都比頭先嗰啲短嘅，即係除咗數手指快過去，我都用呢個方法學咧，其實短嘅，準確率亦都高嘅嚇。即係你諗下雞蛋嗰個即係如果我哋咁樣擺10個咧，即係呢個雞蛋我放大佢啦，10個咁樣擺10個咧。即係1個、2個、3個嗰個形態，即係你係記佢個形態嘅。到時即係你腦裏邊你係記佢形態，1個、2個、3個係點？即係頭5個就喺上高啦，1個、2個、3個，3個就啱啱超過上高一半啦，4個就仲有一格滿啦，5個就滿晒啦，6個就係上高一格滿，下低有一個啦，咁樣即係你呢個形態你係好易記得到。所以當你去計算嗰個心算嘅時候咧，就其實幾容易聯想到出嚟。咁其實呢個方法係有參考珠心算嘅方法。即係你問我呢個方法係介乎珠心算同埋合十法去做出嚟，咁亦都係用咗新加坡 CPA 嘅方法，即係如果整個過程咧，就用新加坡嘅 CPA 嘅方法。即係首先我哋用啲實物雞蛋去做，跟住咧我哋就用圓點去代表嗰個雞蛋，跟住最尾我哋俾數字去都做得到，得唔得啊？OK。咁但係我心目中最強一定係珠心算噶啦，即係學習時間會稍為耐啲，咁但係準確率啊、速度啊、心算能力啊，其實呢度我俾5係俾咗佢上限嘅，即係嚴格嚟講，無論邊個方法同佢比咧，即係如果有10分咧，其他3、4分佢都係10分嘅，喺速度同埋心算能力嗰度。數感趣味其實好多家長都以為珠心算冇乜趣味，但係其實真係掌握到嗰啲小朋友咧，其實係覺得珠心算係非常有趣得唔得 ？OK， 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叫做6個方法，好快同大家去 review 啦，好冇？即係我嘅睇法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睇住時間啦即係因為有啲可能呢2個月又要面試啦 ，K3 嗰啲，咁如果你仲未搞得掂20內加減，你只可以用最快嘅方法，係嘛？咁但係有佢缺點啦，每個都得唔得 ？OK， 好啦，咁睇翻呢個圖，珠心算雞蛋盒，雞蛋10格陣合十，蒙特梭利新加坡粗數數手指，咁應該離唔開呢啲方法噶啦，即係我諗市面上好嘛？
咁啊，當大家即係當你已經學習到呢個20內加減啦。我今日講咗就即係我會介紹一個最好玩嘅方法，即係幫大家去操熟佢咁樣啊。咁我發覺我細個我啲朋友個個計數都好快，即係我啲朋友仔個個計數都好快。咁我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咧我哋細個冇乜娛樂啊。但係咧就特別過年嘅時候啦，或者我哋平時即係我哋細個同你哋同依家呢班家長細個，應該我覺得有啲唔同啦。我細個就即係通屋跑嘅，即係成個屋村周圍走嘅，啲小朋友係可以，所以你同好多人好熟絡噶。大人就打麻雀，咁啊小朋友會玩咩咧？咁啊嗰陣時我哋有啲公仔紙啊，你可能都未聽過。咁啊閃卡啦，好嘛？即係你個年代可能閃卡啦嚇，即係玩個咩遊戲咧？就譬如我呢度有8個小朋友一齊咧就玩一個我哋以前叫三公大立嚇。咁啊係零咧就係0點，一咧就係1點啦，即係個尾數計個尾數啫嚇，計個尾數，即係唔會話21大過19，唔會嘅，即係就係計個尾數，即係9隻。咁就一人咧就派3隻牌啦嚇。咁點解我後尾諗翻點解我啲朋友個個計數都咁快嘅咧？咁即係你諗下啦，假設而家我哋8個人喺度玩緊啦，跟住一人派咗2隻牌啦，咁係咪好快啊？即係我哋一路會計喎，第一個1點，第二個就係1點，即係如果按照呢個圖畫，第一個1點，第二個1點，第三個2點，7加5啊嘛，呢個又係2點嚇。咁下低個6點，呢個3點啊，咁呢個都係3點，呢個8點。咁個公有咩用咧？就如果喺呢個遊戲裏面咧，即係大家都係9點咧，邊個公仔多就邊個贏。即係譬如你2隻公仔一個9，咁我哋叫雙公9，咁啊去贏啦。會比起你333咁樣，你都係9點啦。咁比起9點嗰個高級少少嘅，但係9又高過8嘅即係遊戲大概就咁玩。咁所以咧就即係當我哋玩緊呢個遊戲嘅時候咧，我發覺咧，我哋其實咧每人咧都喺度計緊數喎，好嘛？即係下一隻派完啦，等我發覺我個同事將個拋框調轉咗，咁但係唔緊要嘅，都睇到個答案嘅。嗱，即係譬如我哋睇由我而家新呢個圖啦，好嘛？新呢個圖左上開始睇啦，雙公8咁樣，呢個雙公8，呢個咧呢個3點公3，即係輸啦，佢會輸咗啦。呢個2點就輸啦，呢個6點又輸啦。跟住呢個665係7點嘅咁都輸啦。呢個2點又輸啦，呢個1點又輸啦。呢個公8已經話呢個爭啲贏，不過呢個雙公8係比佢高一啲嘅咁得唔得？咁所以你會發覺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即係一路玩嘅時候咧，我哋係計緊好多數嘅係嘛？同埋你知唔知派最尾一隻牌咧，其實用嘅時間係幾多？要8隻。即係我哋玩到好神噶啦，已經係最後一隻牌咧。我諗由派第一副開始到第8副開始咧，應該係4秒之內。我哋係2秒之內就知道邊個贏。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喺個玩嘅過程裏面咧，你就會發覺即係你又喺度計數咁但係即係你又唔覺得辛苦喎，因為你覺得玩緊你又覺得玩緊咁但係呢個遊戲就太多公仔咧，就即係都會有啲影響啊。即係一公仔當10點嘅，就唔係當11、12、13，但係都有啲影響嘅。咁我建議即係大家如果我原來整咗2副啊，我整咗2副。好啦，即係第二副就係即係譬如咁啦，嗱公10咁樣咁我哋好快係1分，即係都唔夠15秒，我哋就派晒啦。咁我哋亦都好快咧，會發覺咧。睇得到邊個贏啦？一定係呢個公9呢個贏啦，係嘛？呢個雙公8啦，即係第一就係睇9點先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好快咧，就原來發覺咧就計咗好多數。咁我覺得呢個遊戲咧，即係大家可以同小朋友玩咧，有2個改良嘅地方嘅。第一就係我覺得抽起晒啲公仔會好啲，係嘛？抽起晒啲公仔好啲，即係好似咁樣，好似簡單啲係嘛？775咁樣，咁呢個就係9點嚟嘅喎，9點嚟嘅喎，咁呢個咧729呢個8點嚟嘅喎，跟住
呢個就0啦，0點啦，呢個就1點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9點個贏啦，775個贏啦嚇。咁啊，大家可以改良，即係第一就係將嗰啲公仔抽起晒啦，咁以至到小朋友真係計數機會大啲啦，同埋 random 啲出嚟，因為你有公仔你太多10點啊，好嘛？咁同埋你點樣同佢玩呢個遊戲咧？點樣同佢玩呢個遊戲咧？咁我建議就其中一個可以係即係你設計一個8格又好，即係如果你想計多啲數咪8格咯，少啲咪4格咯，好似我咁，即係東南西北咁樣4格，一個圓盤咯，係嘛？咁啊當喂今晚食乜嘢咁，俾佢自己寫一個最想食嘅擺喺度啊，咁啊跟住你另外3個咧就fix 咗噶啦，可能或者你家長自己一啲選擇咁樣啊，咁跟住就同佢玩睇下玩下呢個遊戲，睇下邊個贏咧就邊副牌贏咧就跟嗰個方法啦咁樣嚇，即係大家可以用好多創意方法去同佢玩，咁呢個係減少佢覺得喂我又要操數，咁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又應該會投入到多啲係嘛，積極啲去俾佢回應嚇，得唔得？咁呢個係最後我一個建議，好冇 ？OK，咁啊，祝大家喺個學習過程裏面都愉快啦，啊，好。咁啊，頭先提過嗰個雞蛋法咧，我會拍一條簡短嘅片，就放喺 YouTube 度嘅，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好嘛？咁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應該係最快啦。咁我喺群組裏面提咗，即係我覺得你最快可以練到心算，應該係我講嗰個雞蛋法，即係應該係最易小朋友聯想到嗰個心算嘅能力，得唔得？但係真係話計數最快一定係珠心算，得唔得？咁啊，但係無論咩方法都好咧，最後大家要小朋友熟習咧，大家都需要同佢玩，即係同佢練習多啲。咁我建議就用遊戲方式去玩咧，就應該會得益更大，得唔得？咁大家如果有啲咩特別想問我咧，就可以 cap 低最尾呢個聯絡嚇。咁啊，另外報名嗰度應該呢個報名表係我另外一個會員嗰個報名表嚟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其他查詢，即係現場報名啊嗰啲咧，就揾WhatsApp 呢個聯絡我得啦，好冇 ？OK，咁今晚同大家傾嘅就係咁多，好冇？啊 ，OK，拜拜。